强者人入法院，王义九金田大地男弟子，将来记得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立法院院长黄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很优秀的人，当老先生，有路先生，那一贯的传统中培，那个老先生我历史那个因为勇敢，我老先生，那各位老先生，各位一样的书。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同心，咱的小朋友，各位朋友，大家来自中央各级公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咱老太有请，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各位是关心生活，咱是一个真正事子。我老先生即我有大家讲，是咱一贯都一年有4个这个活动，咱今日是收节，是日子。咱有性人会当用着相好的日子，那么来。对有性人也有语言检查、语文的这个能力，因为咱们是咱国家，安尼做来参加，安尼啊有性人所有咱这个性格来管理来讨论，那不但刚刚我们啊是对的，那有性人经过5年的这个申请。政府呢，刚才所有那么变技巧、经验、这个技巧来准备，开始历史大题，这种呢，也是咱某种主题，那么出现咱的理由，所以咱能够让中央分析稳定，提升目标。大家呢，咱讲节刷检查，完了最后咱能够处理管管来完成咱性格的演变。今仔日，咱来一面了解的，就是说真正规模、真正到位、真正多元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管理，就是前头会注意各共同来达成的这个目标。所以这个目标就给咱开始来内容，那么伊就是有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特殊的一个公民的。咱大家所在。一般的，那么早期呢，一九九年200万，现在离台湾来讲，是一个波澜不足，会当咱我叫大家遵守啊，人体安全遵守法律的伦理道德，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做法。所以呢，有这一般的。存在一般的作用，那么呢，互咱社会更加安定，人心更加祥和。所以今日咱这个内容啊，有真特殊的意义。咱希望讲，咱就今日开始，咱关于有这个遮大的部分，开始来主要呢。
以外社会大众会感受到咱一贯道，咱们这个教育、教化的用心甲重点，那么一方面来辅导，一方面来实行，那么会当讲真真正正达到互利相合，达到净化民心，和这个目的，咱希望在咱保留的主题，那么我菩萨会咱教育下，咱能够咱记住着，他精细万宜，并且这个符合的这心，那么咱心对他清净，大家会当能够早日来符合迄个，让咱社会真真正正达到一个真祥和、真安和的这个平台。那么咱有性人本身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希望咱来努力做咱有性人和重要的独立英雄。那么会当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父亲工作，咱所有贵宾、各位同志们、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不落意外。一贯道的道路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咱各位这方面的鼓励希望以这种来鼓励这个理解的会当来教导咱所有的学生以后呢会当好好来认识着家己，好好来实现咱这个性能，各方面这个方面会当达到咱这个进化，也感谢咱王主任真正来鼓励，感谢。接下来。